多谢之前来看较老这个画面，要过年啊，未少乡亲已经开始要年会啊。高雄办年会3凤中街人是吵。是讲因为今年过年提早，大学生都未休困咧，所以讲咧点工真好请，时薪调悬到200块，依然找无人。啊，头家要安怎？只有家己加班，话话甲拢已经烧声。另外，伫台南市嘛办少年煞5港的冠春年会市集，现场专门卖传统冠春的大料甲食材。主办单位佫特别发送这个冠春的肉包，互大家试看卖。透早真侪乡亲伫咧排练，买起嘛是呛滚。当头前有真侪人咧排队，大家拢是来领包仔的。这肉包佫是传统的冠春肉包。工作人员拢挡袂掉，先来食，而且手机啊、顿卡分享才有。没有手机就没办法。因为他这个阿嬷无载手机啊，无法度领，嘛有人嫌麻烦。内容排半天排到腿都酸了。虽然有民众怨叹，不过等一排出来，都有人开始来洗。然后吃之前用清水冲一下。现场卖拢是冠春的年会，有各种口味的腊肠，佫有中国欧南的腊肉。高粱酒的香肠。高粱酒香肠，特地来这里。对，特地。但市长王伟铁行到已经煮好，等头前嘛，自动停落来。百香果，百香果。你爱食豆干，你永远拢会做干。来。摆档的阿姨真够讲话，互市长随银钱来买豆干。但市府连续5天伫棒球场边啊办理冠春年会市集，前时间佫有送200个冠春肉包，互大家先补充体力，再来办年会。所来看高雄的3凤中街。直直有人客员工嘛，直直补货。偷偷干杯顶顶，大项买起拢袂歹，一透早都有袂少人来买。今年嘛开放试食，店家讲疫情爆发了后，即摆过年生意上好。自透早无延到暗时，卡手实在无够。公务生请不到，1个小时开200还是请不到人。头家只好家己聊落去，这几工拢加班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操的都没有声音啊，像我，都非常忙啊。货架拢伫要烧声，阁有几啊工爱动落，只是和前2年相比，生意加真好。大间店家拢讲，搁较忝，拢有价值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